个感觉真温暖、真欢喜的日子。咱看见小朋友用迄个安尼天真快乐的声，咱听了吼，咱讲咱的心拢融化吼。意思是讲，迄个温暖甲疼，毋是用装出来，也是讲用表演的，是对心底的表达吼。咱嘛甲咱周边的妈妈吼，咱甲伊祝福，讲祝你妈妈节快乐平安，好无？甲隔壁祝福一下。每一遍到母亲节到的时阵哦，拢会人问讲访问讲妈妈你上爱什么礼物啦？吼，妈妈上爱礼物。逐项拢讲吼，改成2项印象上深啦。第一项就是讲吼，囡仔倒来边我就是上好的礼物啦。意思讲妈妈倒来看妈妈是上好的礼物。第二种是讲哇，送这吼，逐项好物拢送歹景安尼吼，规去送钱较紧安尼就对啦吼。这2项才是足实际吼，囡仔。无论你偌大的成就，偌面大发展，老母就是爱看到你。这是一个人性哈，人性。无论什么好物，拢会当实际对妈妈有帮助安尼。今仔日咱要三甲领受主的话吼，本来我想讲，来分享母亲节的信息啦。但是我看见讲，咱这个系列吼，登山宝训。伫即个领受天国的八福吼恩典中间，内面嘛足适合来分享妈妈节的意义吼。所以咱也煞接伫即个系列，但是咱要来了解讲，伫八福中间，咱看见妈妈伫咱生命中的疼。咱就先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伫今仔起，阮做伙聚会敬拜，特别为着母亲节，小朋友唱出美丽水的歌声。来为着妈妈献上感谢，主啊，阮一直活伫主的疼中间，阮上帝会当领受到、感受到的，就是老母伫阮心中的分量甲疼。对老母看见上帝的疼，是阮认捌上帝上紧、上解适切的一个感恩的事。但阮也要通过你的话来学习、来甲勉励。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因为即摆咱咧讲煞接耶稣的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3章的中间是等于耶稣基督伫咧教导出来宣告了后，吼，一个足完整伊的天国的宣言就对，也是讲伊天国的教示，伊传福音的主题。上开始就是八福。牧师讲，这几礼拜讲咱。若有机会会当读这本一个出名的各学者 Stott 伊所写的耶稣的邀请，做伙来读登山宝训。意思讲，检采你若要较完整了解，牧师伫讲题中间会当甲咱做真重要的提醒。总是若要完整，会当参考这本册安尼吼。咱顶2礼拜嘛有讲起到，这所有的耶稣基督的教导吼。学者也是讲圣经的传统，甲伊称呼做耶稣的登山宝训吼。用这张图，称做一个足水的象征。伊好像一个小小的山顶，耶稣徛坐伫遐，众人拢伫边啊，所以咱看到像一个无形的讲台就对啦吼，天然的讲台安尼。咱嘛有讲起到，这个八福山伫耶稣伫咧登山宝训的所在，大概就是伫加利利海的西北边，伫加比隆的边仔吼，有一个八福山安尼吼。伫遐，因为历代2000年啊嘛吼，有真侪的教会伫迄个所在设立一个纪念的点，伊想纪念耶稣伫迄个所在做甚物代志安尼。伫即个八福山有起一间八福的纪念礼拜堂你也甲看，就是即个山的下面就是海，加利利海。所以即个附近吼。安尼足青翠，无较少人家厝啦，就是敢若一间八福纪念教堂。这个影片、相片的中间有一张图吼，即间是较近的教堂的翕相安尼。有一张图来讲翕内面，
内面吼，伊就是甲耶稣的八福吼，当当时去礼拜堂的人，安尼非常的用心啦吼。咱看见即个顶悬有一个圆圆的吼，下厝顶吼，你若看即种造型吼，就是较毋是天主教，较毋是迄个西方欧洲的教会吼，伊圆形的嘛，较属于中东迄边的造型吼。伊内面即个内面有一个穹顶，就是圆形的顶内面有设计即个八个堂啊。迄八个堂吼，若较近会当看见着即个内底吼有八福的字伫遐。当时写的时阵是用立定文啦吼。即个礼拜堂的造型有较亲近伫迄个东正教吼，东正教的造型，因为咱普通西方的礼拜堂拢一个尖塔尖吼，即个是圆的。总共就是讲用即个来咧孝念，也是咧来学习耶稣基督的八福。咱嘛看你即个图卡吼，用耶稣的八福来甲伊写出即个内容，亲像这中文的吼，甲即个福甲八福拢写伫内底吼。有诶是用即个吊挂图，有诶是用即个文言文甲写天国的八福，有诶是用即个现代的画图吼，八个福用遐个经节甲放伫内底安尼吼。咱实际上，咱真侪兄弟拢有读过无共款版本的，因为咱过去拢用即个巴克利版吼，巴克利版。所以呢，即八福到底是倒八福呢？我是讲，今仔日安尼，咱先开始的时阵，咱来读一下，通知影讲即八福是倒八福啦吼。我来讲第一，咱做伙来念好无？来第一福来，心内颂香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第二福，阮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受安慰。第三福，温柔的人，因为因要承接。第四福，咬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第五，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第七、第六，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看见上帝。第七福，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第八福，伊着伊捌受困毒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这个版本呢，因为咱进前咱兄弟若常常咧读迄个启应文吼，拢会读到，所以读这较顺啦。迄话术拢真惯势安尼。今仔日呢，咱第二个系列就是讲，咱来分享中间的三个福，就是第三、第四、第五吼。第三、第这个天国八福是爱操练的，是爱实际伫生活中活出来。咱了解伊的内容，咱做出来，咱会感觉讲，有影耶稣基督的八福对每一个基督徒非常的要紧，也是一个咱目标较推荐吼。咱第三福叫做迄个新翻译叫做谦和啦，咱讲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上帝的产业吼。这个经节乌的这是这个国语的绿色的这是台语的，讲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应允的土地。但温柔甲应允的土地，安尼有啥物关联呢？这嘛是咱现代人在思考的。温柔的人，敢真正会当承受土地？伫咱生活中，改成有点无相共呢？但伊讲温柔的人的心呢，就是因为咱认捌啦，有真实对家己的认捌。迄个温柔是因为咱知影伫上帝面头前，咱家己心内创伤，咱感觉有欠缺，咱要追求，嘛知影上帝恩典，所以温柔是徛伫认捌家己的有限，温柔是知影讲上帝的疼甲祝福，要伫遐温柔的人的心中来产生所以耶稣讲，这温柔的人要承受土地，我讲伫咱的现实生活中间，改成看袂出来咧。看袂出来是安怎咧？因为咱甲咱所想的、所看的可能相反。有时咱讲伤谦卑的人伤软正，互人食死死互人甲你压落底谦和的人，啥物拢得袂到咧，因为人甲伊忽视
甲伊吞大，你即甲耶稣讲温和的人要得到土地，甲先伫现实生活会小可无相像。特别现代的即个社会拢强调啥物呢？讲强调遐足强硬啦，你足霸气的啦咱知影讲对面的国家讲战狼啦，战狼落去毋才会下叫安尼咱伫社会中改成讲弱强食，你若无强势，就讲食死。有影伫社会有可能是会看见安尼，因安尼才会当伫世界中，伫工作场合中讲会竞争中间，才会当占有一席之地啦。弱者闪一边，看起来改成温和的人足无位置的就对啦但是圣经甲咱讲，应该有伊的意思。诗篇37篇11节到40A，咱拄则看的两段经节伊讲，但是谦卑的人爱徛起伫即个土地呢，要安享无穷的幸福呢。用台语来读台语来读是安讲，毋过谦卑的人会承受所应允的土地，享受繁荣和平。34节，听候上主，遵守伊的道路，伊就高升你，互你承受所应允的土地。准讲咱伫即个社会中看见讲，好亲像安尼足强势的人，哇，处处风光，好像咱软者谦卑足委屈的。但是你有捌追求上帝的应允无？有捌追求上帝互你的启示无？咱定即个社会因为竞争的关系，定讲行袂着顶，伤软会用食踏落地安尼。但是呢，伊即个咧讲的，是包括着一个生命的承受、天国的承受。连接起来，你就知影讲，即个谦卑，但是有的人是非常的有原则，而且是非常的笃定就对啦所以，即个温柔人要得到所应允的土地，是咧讲到军队基督的人。虽然有时咱伫社会，伫即个社会，互人剥夺真侪世上的物件，但是永远会当承受土地。即个承受的土地，毋只干是伫地面上的即个上帝的祝福，是要伫万米换新的时阵，咱拢要承受新天甲新地，咱要有福分徛起伫伊的中间。即个社会拢真强调迄个强势。但是咱嘛知影讲，伫台湾即个法治的社会有时大声无一定赢大声无一定赢，你有理才会赢。当然若是迄种极权的社会就歹讲哇武力也是讲势力、强力为主啊。但是咱知影讲，最后上帝会互遐听主的人得到利益，是因为人伫迄个所在武一出武了久到尾毋是你的啦。所以基督徒爱有即款较深沉的看见。我会记少年时代捌有安尼一个教会的执事哇，伊就是足强势。教会附近甲人小可有点无好势伊拢爱用强势要甲伊拼安尼。到最后伊想讲你伤软就互食死啊！但是发现讲后来，即个教会伫边真侪人对教会足无好感。拢感觉讲你教会拢欺负人安尼就对啦，甚至即个执事后来可能有一站足风光啊，事业做啊足好，但是因为伊迄款的心态，一时的风光，但是后来煞变做种落迄个失败的因伫遐，因为伊袂晓去攻击最的人的支持，所以说原来。有成功，但是到最后是失败。这互咱看见讲，有时若无上帝应允你强嘛无效呢，勇嘛无效。你讲剥夺一大堆，到尾拢佫留了。但是温柔的人是上帝替你陪伴，毋免你家己去争取，毋免你家己去安尼去甲人像要战人安尼，去甲人拼倒来。上帝替你准备，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真重要的生命的特色啦所以兄弟姊妹，即个温柔的人要得到土地，是基督的道路，毋是世界的道路。
所以咱有时感觉讲啊，伫这个世间一无所有呢，基督徒，但是咱煞会当看见讲保罗所讲的，伊描述足清楚，伊是逐项拢有啦。啊，这耶稣基督发人的教示，咱要安怎伫这个社会中去看见后壁面的祝福。啊，所以咱嘛定咧鼓励兄弟姊妹，咱伫教会内底咱拢真够互相安尼相让，对无相让就有春呢。毋是像就社会安尼争来争去，抢来抢去。迄上较明显的就是安怎呢？咱伫社会中咱特别是民间的宗教，拢咧强调迄个抢夺送赢走赢的赢安尼。上出明显的就两项啊，一项是咱知影讲伫迄个二九暝要抢头香有无？大家一个徛伫门外，迄庙门外口一个喊冲啊！大家黑白坐去，怎要甲迄支香插伫顶悬安尼？迄种心态就是安那呢？我得到，恁无安尼？迄种的心态伫咱社会中是真正常的心态。第二种心态是啥物呢？就是迄个7月咧普渡啦。伫庙口也是讲伫咧一个广场铺足侪遐祭品啦。一个喊声讲开始，大家拢摕布地啦，摕人杀对家己落地啊内底。这个社会若是因为安尼，你会看见讲，迄个和平永远袂来，因为大家拢先家己我自私的心态。但是耶稣所讲的教示毋是安尼，温柔谦卑的人要得到。你有这个信心，上帝要予你。若无你家己人一大堆到尾拢无去。这是足奇妙的信仰呢。当伫即个第4福就是有信无义的人，要实行上帝，是咧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当遮有2段经文咱台语伫下面讲，有喙打信慕上帝旨意的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要互因得到饱。但是什么义是什么意思呢？义就呈现3个方向，一个是法律上的义，伫道德上的义，一个是社会上的义啦咱法律上的义就是正当，正当就是人甲上帝中间的正确的关系，这是法律上的义。咱甲上帝有一个真清楚的关系。第二是道德上的义，就是正确的生活，咱有正常的生活来互上帝欢喜的品格。意思就是讲，咱伫即个咬喙打信无义的人，是毋是照遐死的迄个规条啦迄个条文安尼照安尼来是像法利赛人咧强调安尼，毋是爱遵守宗教规条的人，是因为对内心来发出圣神所称出来的义。迄个义是有活命的，是温暖的，是有温度的，是让人会感动的。讲即个义就是对圣神称出来的义就对啦这嘛是咱应该要求的义。意思是即个义毋是死冰冰，还是冷冰冰迄种条文咧守，是圣神对心底称出来，迄个欢喜遵守上帝的义。最后一项的义是社会的义。这嘛是咱台湾的社会真强调的，是啥物呢？帮助遐受压迫的人得到正义甲自由，并且伫人类的文化中间求迄个整全甲正直。咱足侪在座兄弟，特别较有会兄弟，拢经历过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对无？较早是一言堂的你无啥物意见通个表达，但是现在呢，社会多样化的声音，咱要追求一个民主社会，用法治用民主、用公义来成做这个社会的调节。这嘛是咱在追求社会性的义，迄公正、正义的一个原因安尼。当然，姊妹，咱讲枵喙打信无义，是要讲枵咧。这个枵，对咱人的人生来讲，这是足正常的代志。你巴肚枵就想要食物件但是啥枵信无义咧？这对信仰来讲真重要。就是安那呢？咱成长的秘诀啦，就是讲你若要有健康，大概你就是讲胃口真好，对无？我食物件足有滋味的安尼。一个健康热切的胃口，这是咱生命成长的秘诀。
但是咱的灵命成长会慢去是安怎呢？哇，逐项物件拢无滋味啦，吼，甜啦、咸啦、芳啦，拢无感觉安尼吼。啊，你若知影讲，人若对食物件无滋味吼，迄人生的快乐就拢了一半去啊，吼。啊，所以是咱台湾讲美食之岛啦，美食之岛，因为吼，咱世界各国的食物拢伫咱台湾吼。啊，咱台湾吼，迄夜市啊吼，安尼一位一位咧开咧，啊，大家感觉行一世吼，啊，感觉人生足幸福的。人的胃口是上帝给咱一个奇妙的温数。但是伊咧讲枵喙焦，就是表示讲，迄个枵毋是干逐项好物食好物，是枵去羡慕迄个上帝的义呢，上帝的好。像你咧追求正义和平，你咧追求即个社会公平，嘛有足侪人足热心呢。哦，社会公益足爱做的，社会的遐个慈善足爱做，伊感觉讲迄个甚至伊腹肚枵无做吼，改成无食的共款，迄种意思吼。今日即位，咱会有一句话讲，心性的无满足。心性的无满足，就是讲啊，腹肚枵啊，想要食。啊，伫信仰上，心性的无满足是枵是耶稣门徒的特性啦。亲像咱头前的8号内底讲，不断的心内颂香、谦和的人，哀痛的人，这拢是其中的一项。啊，但迄个枵。喙焦翕无义啊，表示讲咱哇咧追求上帝话，咧研读上帝话啊，枵足翕无的，足渴慕的，爱要领受属灵的美娘的意思。啊，所以咱基督徒枵喙焦翕无义，这是一生的代志。伊看呐，直到咱到伫新天新地啦，到伫新天就袂枵啊，吼。因为迄个时阵，基督伊即个大牧者要引出来，有讲咱到迄个有生命的水源的所在，伫遐就无搁喙焦，就是耶稣来对迄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讲，你啉世间的水会搁喙焦，那啉我所享受的水就永远袂喙焦。啊，所以咱若读这8福吼，念的，但是有时了解伊的内容的时阵，你会感觉真奇妙。因为这8福中间呢，前4福啦，头前的4个福是咧代表灵性成长的一步每一步。咱这4个面向拢甲伊达到，每一步带落下一步的基础，吼，一步一步咧，像爬楼梯咧，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但是8福中间的后面的4个福是咧讲什么？是咱对上帝的态度改造，咱对身边的人，对身边的人的一种看顾。头前是咱甲上帝的关系追求4步4个福，后壁4个福是讲，你既然有迄个基础了，你要面对社会、面对教会的人、面对身边的人，有甚物款的态度，是变做有头前甲后壁的差别安尼。啊，咱讲进入到下半段第5个福。第5个福就是怜悯人，会晓怜悯人，当中有需要的人，就是一款8福中间的一福。但历史的这个台语讲，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是哪讲叫咱都爱怜悯人呢？耶稣无具体啦，无讲清楚讲啊足有，讲门徒是爱甲什么人怜悯就对啦。但是大概有这几项的了解，比如是遐个互苦难压倒的人呢，吼，遐个社会艰苦人呢，也是遐腰骨病痛互人办杀的人呢，也是遐个捌得罪咱的人安尼。咱知影讲枵喙焦，过来是怜悯，但怜悯呢，一出发点是因为。咱知影，咱的上帝怜悯咱对上帝领受怜悯，所以咱学习怜悯人。咱上帝是一位怜悯的上帝，伊不断示露怜悯，所以咱诚做伊的百姓，咱也爱活出怜悯。咱伫咱的主祷文内底，嘛有写一句讲：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因为伫主的内面，你有即款属灵的度量，
所以你求主赦免以前，爱先赦免别人。咱要得到主的怜悯，咱逐生会晓实践到怜悯别人。啊，这是即个有怜悯人的人有福气的一个重点。但即个社会吼是足残酷的啦。咱知影眼前的世界无怜悯，对人类真侪的苦难吼痛苦，真侪人拢袖手旁观。所以有时看起拢即个世界啊，战争遐尼济，好像就无发生伫你身躯边，你感觉讲哎呀，偌侪人去炸弹炸死啊，有人去枪拍着啊，飞弹坠了，啊是讲啊，即个世间远远的代志，改成甲你无啥关系。人因为看起遐尼侪现实的代志，会感觉讲心足安尼你足冷啊，无感觉安尼。颠倒是安怎呢？有时咱看迄电视剧吼，迄个报复的滋味足甜蜜的，吼安尼。较早互人欺负，甲即摆换我来报复你安尼吼。啊，所以伫人性的社会中间，怜悯人、饶赦人，好像就足稀罕的，吼，足稀罕的安尼。但是呢，即个社会若无达到迄个高怜悯人，即个社会就无达到天国再临的时节。因为愿意怜悯人的人，听到痛苦的呼声，对人有怜悯。毋是讲啊，咱的天性，也是讲人叫咱就安尼做，是咱对心底基督徒对心底知影讲，咱毋是要去做好事去怜悯人，啊要得到上帝听，毋是啦，是因为除非吼，咱先悔改，咱先得到主的赦免甲怜悯，咱才会当去怜悯别人。所以我毋是要讨上帝的怜悯，是因为我有安尼做。我才有法当得到上帝的怜悯，这也是基督徒一个足特殊天国八福的教导。伫社会好像就你看无啥会对，也是讲人无安尼甲你讲，但是基督徒就是欢喜去学习到迄个怜悯人，因为知影上帝的怜悯更较大。就亲像撒该，伊伫还未拄着主的时阵吼，伊感觉讲趁愈侪愈好吼。啊，共还什物钱拢做应当，迄是我熬。但是当伊拄着耶稣的时阵，伊的心完全改变。伊讲我著为着什物人，我4倍来陪伊。这是一种生命全然的改变，因为伊无搁再靠迄个来标榜家己的外交趁钱，是因为伊得到上帝的听，赢过这一切。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伫即个八福的中间所学习的是一个对咱人生的一个挑战啦。只有认知家己。得到赦免，得到饶赦，咱才有迄个气力去饶赦别人。迄个亲像吼，一个人伊气力足大的，啊，小可互只网定着，你感觉讲啊无啥，七的绕的就好啊。但是你若讲哇，去互一只牛踏着，迄不得了啊！啊，这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有迄个实力，你有迄个能力，你才有法通饶赦别人。啊，无你会感觉讲哦，足哀怨的，啊，互人欺负啦。啊，所以伫主的内面，咱是领受到大大的疼，迄个疼，主的用宝血来洗净咱，来赎回咱，赦免咱。咱感觉即个赦免遐尼大，啊，对你一个小小对咱有委屈的人，咱无需要甲一般见识，是因咱有得到更较多的疼。同款意思，你会去疼着别人，你会去关怀别人，是因为你捌承受着侪人对你的疼。啊，这拢是一个连带关系。只有你愿意饶赦别人，才能真正证明讲咱是受主的饶赦。啊，这是耶稣基督所发咱一个真水的教示。那谦和的人，也是会晓怜悯的人，因为咱知影讲，咱唔惊别人知影咱是罪人呐。啊，基督徒吼，足大的一个坦然的心，就是讲，我知影我是罪人，我是不足的。主赦免我。当你有即款的心境的时候，你就无搁再讲有甚物款好歹吼，惊人知啦。我就承认我是罪人啊。啊，所以怜悯就是对人产生同情吼，伊知影对方甲咱嘛是罪人。所以当咱看见有人犯错，有人做了无好，咱无讲啊高高在上，好亲像哦你拢毋对，你拢迄个敢若我无尔，毋是，是知影讲啊会当理解人拄着乱足的时阵。有时家庭拄着什物困难，咱嘛理解讲啊，
家中有即款困难是难免啦，咱要找出办法来甲伊化解。咱要对着上帝的怜悯，互人对困难的中间行出来。无咧讲幸福拢伫阮兜，无幸福就伫恁兜，无即个事。人拢会拄着艰难，但基督徒是先经历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经历着上帝的疼甲怜悯，所以你去怜悯别人，感觉讲我是恩典中的一份子呢，所以我来饶恕别人，来宽恕别人，这是应该的。兄弟姊妹，讲到这，我要讲天国八福甲老母有甚物关系？会使讲天国八福对咱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挑战，对你是一个邀请，讲你有法度无？你做会到无？你要做无？但是天国八福若对母亲的角度来看，真侪是咱学习的一个足具体的模范啦。你就感觉讲，原来八福伫咱做老母的听内面已经发生啊。所以，咱要祝福每一个妈妈母亲节快乐。圣经讲孝敬父母，互你得到福气，伫世间长岁寿，这是带有应允的诫命。伊有所书6章2节。咱有人称我讲，上认真的女人是上水的，上水的女人是妈妈。咱祝福每一个妈妈母亲节快乐。咱八福跟妈妈什么关系？咱用即几个八福的内容来参加学习。咱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咱知影讲妈妈常常知影家己的有限啦，妈妈知影家己的有限，所以常常谦卑伫主面前讲，我毋知影要教我的囝，我惊伊做无好，我唯一就是挂靠上帝。要教囝实在是万事多端啦，真正无遐尼简单啦。上帝互我做一个你所爱我做的老母，所以会当虚心的人有福，就是讲谦卑倚靠，这是虚心。咱通对妈妈的心上看去。无有一个妈妈讲，囡仔生来讲逐项我拢会足够的，伊就是谦卑伫主面前讲，主教示我，诚做一个好的妈妈。所以兄弟姊妹，真正伟大的老母毋是完美的老母，是愿意倚靠上帝的老母，倚靠主来得胜。第二，忧伤的人也像哀痛的人有福气。咱常常看见上感动人的故事，就是老母会疼，用目屎来陪囡仔大汉。囡仔有病痛，有背逆。伊的未来，伊的信仰，就是妈妈是暗中流目屎祈祷。咱拢知影讲，真侪的老母，真侪细囝得救，回转背后拢有妈妈当年的代祷的目屎。所以哀痛的人，老母上介清楚。所以现在老母的目屎是世间上珍贵的珍珠咧。老母的疼，迄个目屎流落来。是带有医治甲祈求的气力，所以哀痛的人有福气，对妈妈的目屎看会出来。过来是温柔的人有福气，咱知影，咱来感谢老母，用温柔的话词言辞来化解家中的冲突，用受约束的气力，伫咱犯错的时来包容，毋是大生气。咱有时听咧讲，伫厝内父母有的是扮黑脸，有的是扮白脸。当然有时是妈妈扮黑脸的迄嘛不一定，迄看家庭的组成啦但是咱拢知影，老母伊伫安尼艰苦，也是对囡仔无听话会流目屎，但是常常用温柔的话来挽回伊的囡仔。咱知影用暴力，也是用支持的话，袂当改变一个囡仔。但是目屎会，包容的话会，鼓励的话会。这温柔人有福气，伫妈妈的身上看到。世界，咱知影，咱都有讲崇尚迄个强势啦，世民作用的迄种意思。但是家庭真正的快乐，家庭上大的快乐，却是老母温柔的话。所以温柔的人有福气。过来怜悯的人有福气。怜悯的人，咱真正常常
要庆祝母亲节是咱儿女感谢老母迄个无求回报的疼，所以当咱亚仙落魄的时阵，老母常常伸出迄个怜悯的手，这拄仔是上帝疼咱的缩影吼。所以咱对了讲母亲节有真侪人吼，返去厝找妈妈，表面上是得到妈妈得到即个母亲节上好的礼物，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是即个异乡的游子吼，入到妈妈的疼，一切外面的伤痕。外面的不如意，外面的艰难，伫老母的疼内面拢化解。当个离开的时阵，重新得到快乐，因为老母迄个疼有新热呢，有奇妙医治的快乐呢。因为老母迄个无求回报的疼，所以咱会使讲，母爱上亲像上界亲像上帝的怜悯。因为咱足侪无理，也是讲做了毋对的伫外口，什么人要原谅你？什么人要苦伤你？无啦，迄若无甲你踢一骹就足好啊。但是老母就是完全的接纳，较歹嘛是家己的囝，较歹嘛是家己的囝。所以咱讲母爱是会当亲像上帝怜悯，母爱互咱更较明白上帝安怎怜悯咱。搁来是枵喙打翕无义的人福气，枵喙打翕无义。老母亲像遐基督徒一生在追求啦，老母为着囡仔会当行伫正直的道路，日夜守望祈祷，因为因对义甲真理的坚持，是家庭最坚实的后盾。你的妈妈要伫世间，咱来感谢主，因为伊就是一个疼上顶，伊是枵喙打翕无义的一个标杆。检在年岁较有诶，你的老母无伫世间啊，但是会当该回想，才会疼。喙打翕无义的老母安怎改变你？安怎守望？互即个义甲真理伫你的家庭来继续。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咱拢是世间所有诶妈妈的一种，的一份子。但是基督徒的妈妈有即个特色。基督徒有敬虔的老母，上在意的，毋是只干那讲害囡仔成功。哇！你会当教人讲阮囡仔安怎无论事业啦，无论是学历啦，无论是伫社会的贡献，这拢是你欢喜分享的事。但是更较大的是讲，我的囡仔有敬畏上帝无？一个基督徒的妈妈，伊毋只干那看见囡仔伫社会的成就啦，伊是讲我的囡仔是毋是有敬畏上帝？真正的祝福，真正信仰的老母，伊上大的安慰是，毋是干那讲囡仔有趁偌侪钱，年节啊有偌侪礼物互我，是讲我的囡仔伊是毋是有行伫主的恩典的内面？伊若行伫主恩典的内面，这是我一生上大的，伊讲获得就对啦，比伊趁偌侪钱搁较价值安尼。最后是咱后厝才要讲的。互人和睦的人有福气，这种和平的人老母常常就是家庭和平的使者，伊会了解到爸囝、手足甚至婆媳中间的张力，诚做充满疼甲和平的所在。所以这八福伫老母的身上会当足具体看见，老母亲像一个娇娘啦甲破裂的人来甲伊牵做伙，来甲伊结连做伙。兄弟姊妹，耶稣基督的八福，咱一个看，有时感觉讲，这难度足悬，达袂到。但是人拢是一个往前跑走的人物呢。咱毋通为着家己讲这个做袂到，就放弃啊。我听见咱中会有一个牧师，伊足爱讲一个譬如啦。伊讲伫世界中间，进前有人。要讲人类上大的体能极限走100公尺，无可能10秒来，无可能10秒来。所以讲这是人类的极限安尼啦但是几十年前有一个选手伊走9.9几秒安尼，突破，头一个突破。到后来人讲，明明都10秒走袂过，即嘛有啊。到后来，因为一个人突破，
后壁面吼，已经世界纪录啦吼，已经足侪走到10秒以来。即马伫世界要拼冠军哦，你若走10秒，还阁是足慢啊。是安怎呢？人有迄个追求无穷的能力，有迄个追求极限、突破极限的能力。顶无偌久吼，有一个非洲的选手啊，伊走迄个马拉松吼，头一个走入去2点钟内底。伊从较早吼，若要走40几公里吼，2点外钟拢是正常。伊即个头一个走2点钟以来，遐尼即位，咱毋通看做讲这困难的事做袂到，规矩莫做。耶稣基督甲迄个应允甲祝福拢放伫遐，先来讲8福咧。迄福气是要互愿意追求的人得到的。愿咱每一个妈妈领受到即款的8福的亏力，已经成做一个模范伫咱的身上。愿咱也共款通过即8福，领受到上帝迄奇妙的应允甲听。基督徒毋是用暴力，也是用人的亏力去得到的。是上帝应允，要互遐个听伊、遵守伊的话去行的人。愿主的听，甲咱三甲同在。当咱要三甲研修回应诗，咱来做伙来祈祷吼。咱这首诗是咱作诗的这首诗歌，就是。